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俄巴底亚书第1章17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胜。许多基督徒的葬礼当中，牧者非常喜欢引用保罗的一段经文，这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。那值得竞争的赛跑，我已经跑过了，该跑的全程我已经跑完了，该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。这好像在说，这个过往的人，他是人生得胜的一群人。因为我们知道竞赛当中所求的就是要得胜，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得胜不能只有靠我们自己，应当要靠主得胜。正如同被掳的以色列的渔民一样，他们更是要靠着上帝的救恩来得胜。先知书俄巴底亚书第1章17节到21节这么样的提到：但锡安山上一定有人逃脱，这山要成为圣山，雅各家将要得回原有的土地，雅各家将成为烈火，约瑟家将成为火焰，他们要烧毁以扫家，像火烧麦秸一样，以扫的后代无人幸免。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犹大南边的人要占领以东，西边的山脚下要攻取非利士。以色列人要拥有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土地，便雅悯人要得基列，北以色列的流亡军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从耶路撒冷流亡到撒迪斯的人要占领犹大南部诸城。得胜的耶路撒冷人要攻击以东，统治以东，上主要亲自作王。经文提到了以色列将要回归，将要再度的征服应许之地，要占领犹大南部城市。耶路撒冷人也要得胜，但是重点是在耶和华上帝要亲自作王。现代人非常喜欢说，有一些人是那种人生胜利组。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有很好的经济背景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、教育、生活等方面。那另外一种说法来形容这样的人生胜利组的人们，我们说他们是咬着金汤匙出生的。但是牧师要问，他们真的是人生的胜利组吗？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，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看法。耶稣基督他曾经提到一个比喻，说到一个富有的人与拿撒路之间的关系。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这样说道：从前有一个财主，每天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。同时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他常常被带到财主家的门口，希望捡些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充饥。
连狗也来舔他的床。后来这穷人死了，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财主在阴间痛苦极了，他抬头瞧见亚伯拉罕在遥远的地方，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身边，就呼叫说：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尖浇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。可是亚伯拉罕说：孩子啊，你该记得你生前享尽了福，可是拉撒路从来没有好日子过，现在他在这里得到安慰，你反而在痛苦中，而且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绝，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，要从你们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是不可能的。财主说：祖宗啊，既然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的家去，我有5个兄弟，让他去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。亚伯拉罕说：你的兄弟有摩西和先知们，去警告他们，让你的兄弟去听他们吧。财主说：祖宗亚伯拉罕啊，那是不够的，假如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会悔改。可是亚伯拉罕说：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们的话，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富有的财主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他死后到了阴间，却要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兄弟们。但是亚伯拉罕却回答他说：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们的话，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得胜者是愿意听从上帝旨意的人，回转向神，与上帝和好，并且倚靠上帝的人。诗篇26篇：上主啊，求你宣判我无罪，因为我行为正直，完全信靠你。上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考验我，求你审查我的心思意念，你不变的爱引导我，你的信实始终带领我。我不跟虚伪的人来往，也不跟伪善的人同伙。我厌恶跟罪人为伍，也远离邪恶的人。上主啊，我洗手表示无辜，并且绕行祭坛，周围敬拜你。我唱感谢的诗歌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主啊，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宇，我喜爱你的荣耀所栖息的地方。求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一同消灭，求你不要使我跟凶手同归于尽。他们随时作恶，到处收受贿赂。至于我，我行为正直，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。我脱离一切的危险，我要在公众的聚会中歌颂上主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时刻反省，跟随上帝，与主建立良好关系，愿意听从上帝旨意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